各位香港、澳門嘅朋友，我哋平時自開呢都係按尺嚟計嘅。今次翻嚟大灣區置業，仲輪翻你威翻一次，設計只需要10萬就可以搞掂嘅1500尺大豪宅。我哋由入門呢度睇呢，呢度係個房間嚟㗎。對側嘅話，廚房嘅品牌3件套，即見即所得嘅，仲有一個6人位嘅餐吧啦，平時一家人喺度食飯都係非常之溫馨嘅。我哋呢個戶型嘅話係做到南北通透嘅，通風係非常之 OK 㗎。跟住鏡頭去睇下我哋個休息區域啦，每個房間嘅話都係非常之時正嘅，而且呢度仲做到一個雙套間嘅設計啊。無論屋企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私密空間啦。喺呢度生活嘅話係非常之方便㗎，即係一腳油門就係去到3號會店啦，食飯睇戲通通都喺晒嗰度㗎啦。喺呢度翻到港北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橋啊，4個字就可以搞掂㗎啦。如果你實際唔想揸車㗎啦，我哋小區有樓巴可以翻到香港嘅東涌、太子、韶關㗎啦。感興趣嘅朋友歡迎留言，帶你過嚟現場了解下。